台灣邁入超高齡社會，失智症已經成為重要的健康議題。這本書名《多解失智日常照顧者問題解方的新冊》，由台南市立病院神經內科王金柱醫生甲長照科等醫療團隊共同撰寫，對臨床經驗甲真實的家庭故事出發，用簡單的圖片來解說真容易捌，而且字體大嘛符合個人優先，希望成為照顧失智症的家屬真實用的參考。10月號上午正式發表。好，這是我們這一次的4本書的一個4大亮點。這個認知也過程咱的治療有不有分啊，是甚至要咱照顧這攏有佇內底，甚至咱拄到的這個資源，咱去爭取這個資源甚至有一個法律問題還有咱照顧也要忝死，咱免照顧家己，攏有下地。我就發現，其實家屬可能在照顧的過程中，他會不知道該怎麼找資源，他可能會很多問題，他不知道該如何去協助。所以，我們其實這本書呢，最主要就是希望可以幫助這一些家屬，幫助我們的失智者，我們一起看要怎麼樣的一起去度過這個困難。該新冊除了文字，另外嘛提供聲音的版本，不只當看冊，嘛當聽冊。民眾需要會當到各市立圖書館、衛生所來借閱查詢。雖然只是薄薄的一本冊，卻是推動失智照護甲家庭支持的一大力量。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。